站住！什么人？你是一个女人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女人来军营是要被处死的？那你就把我杀了吧。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求死的？我是来见大将军王的，可我想了好多种方法，都没见到王爷。如果今生相见无望，那就祈求来生吧。望大人成全。你认识大将军王吗？不，可我从小到大听过关于他的很多传说，在我心里，他是这个世上最完美的男子。我觉得，只有他这样的男子，才能配得上我。你这样的女人还真是少见。的确少见。我为了追随大将军王的脚步，只身一人来到京城。盘缠用光了，我就到春风楼卖艺为生。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可以去做妓女，连春风楼的妈妈都说我不是疯子就是傻子。可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值得吗？值得。他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。可是你见了他，你就能保证他也喜欢你吗？我有这个自信。他不会喜欢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很早之前，他的心里就已经住了一个女人，他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了。本王就是大将军王。你干什么？这些年来，你心里一定很寂寞，是不是？你想起他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痛，是不是？大将军王，那就把我当作是他吧，哪怕只做他的影子也好，让我陪着你，一起寂寞，一起心痛，好不好？大将军王，如果我连做他的影子都不配，我找你找的那么不容易，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大将军王，那就让我把每一滴爱你的血都流尽，让我的心和我的命都属于你，这样我就不会生不如死了。别！参见王爷。皇上生死不明，宫里又被人给占了，我身为亲王，怎能坐视不理？此次进宫，生死系于一线，凡是家中有牵挂者，需要奉养老人和子女者出列。
其他人随本王进宫。好，我大清有尔等将士，何愁江山不稳？出发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我不是给你留信了吗？信我已经看了，我也明白王爷的意思。可是那些话，王爷为什么不能当着我的面直说呢？这，王爷觉得佳佳会是王爷的牵绊吗？终究是我对不住你。本以为可以用一生去照顾你。王爷，知你若我，你不用说这些。王爷放心，佳佳知道事情的轻重，佳佳不会成为你的后顾之忧。王爷前脚走，我就收拾东西，带着二魔他们出城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佳佳都会坚持到最后。来，王爷，各位勇士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敬王爷！王爷保重。王爷，您看谁来了？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此次回京，凶险万分。朕想了很久，还是觉得老17你这里比较安全。现在看来，果真如此。老17，你不会不欢迎朕这个不速之客吧？臣弟求之不得呢。佳佳，二魔，你快去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让皇上和娘娘安顿。是。皇上，现在的情况，以卵击石，绝非良策。你让他们散了吧，朕自有主张。这。皇上，臣弟还能为皇上做些什么？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你的家人。西厢房在哪？右边第2间，妾身领皇上去。不用了，陪老17吧。元寿，送皇上去西厢房。这，皇上这边请。你是不是想问朕为什么来这里？臣妾害怕王爷的兵不够。朕不是想靠他，朕只是觉得他是个十分值得信任的人，而且这个地方也很安全。倘若真的发生什么，有他在你身边，朕也放心。皇上，您还是不相信莲儿？臣妾发誓，如果有一天皇上有事了，臣妾绝不独活。放心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朕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王爷，不好了！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慌张？回禀王爷，外面来了好些官兵，他们在周围徘徊，目前并不上前。看来宫里对外面还是不放心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老14手里现在大概有1个营的兵力，分布在各个府衙门口。应该没剩下多少人了。要是等过几天，他真正拿到了兵符，可就惨了。不管怎样，
一定要把皇上和熹妃娘娘送到安全的地方去。王爷，这可太危险了，外面守了那么多人。这也是无奈之举。为了皇上的安全，咱们现在只能赌一赌了。臣弟求见皇上。人呢？皇上一定是不想连累我们先走了。可是外面那么多人，他们怎么走的？二毛，就在这边。不知道谁这么缺德，把我们家狗洞给扒坏了。你快过来看看吧。那得赶紧修好啊！是，就在前面。王爷放心吧，皇上能屈能伸，娘娘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已经查了我好几天了，查够了吗？你知道我在查你。女人的直觉是很敏锐的，哪个男人的眼睛瞟在她哪个地方，或者哪个男人的心想要得到她，她总是第一个知道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像极了一个人。你查了我这么久，应该知道我不是他。你从小到大都有认识的人，而且夜明远播了这么多年，你当然不是他。那你对我还有兴趣吗？还用说吗？男人总是对难得的东西最感兴趣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走不动了，抱我。大将军王，大将军王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朝三暮四，你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啊？你滚！以后别让本王再看到你了，滚！大将军王，大将军王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！本王全都看到了啊！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，我是跟那个李卫上床，可我为了什么呀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他告诉我，你要做皇帝，而他是唯一支持你的人。如果我不跟他好，他不但不支持你，还会要了你的命。所以，你就跟他好了？大将军王，我知道你
再也不会接受我了，我也没有脸再面对你了。所以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偿还我欠你的情谊。牡丹，别管我，让我去死！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本王怎么办？别动！放开我！让我去死！放开我！让我去死！这事不怪你，对不起，都是那个李卫，本王要杀了他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你为了我去冒险，不行！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要以大局为重。如果你要是马上杀了他，岂不是坏了你的大计？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为本王着想？我本来打算一辈子都跟你共度，虽然我现在再也配不上你了，可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好。你明不明白？本王明白，你放心，本王是不会负你的，永远不会负你的。李卫，我才不会让你就这么一刀痛快的死掉！我要让你享受到成功，在最开心的时候被你的主子一刀砍了，让你从最高处摔下来，让你受受万劫不复的痛苦，这就是你辜负我的代价。我的钱！我的钱！你说什么？我的钱！哎，你个小贼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喂，小贼，站住！你敢偷我东西？你！皇上，皇上！哎，平身。你还认得朕呢？皇上怎么还在外面？朕在外面，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好的前程。好前程。眼下有人造反，整个皇宫被控制了，朕是有家不能回。朕需要你。皇上，请吩咐。大将军王带军队过来，一定会跟城里的军队不和。你只需要帮朕放一个风出去，就说他一旦做了皇位，就要清除城里所有的军队。到时候你再鼓动他们先下手为强。朕答应你，如果因此有什么动乱发生的话，一律免罪。这……当然，你也可以把朕交给大将军王。不过朕告诉你，大将军王最爱面子了，他一旦抓了朕，就会杀朕，然后就会诬陷到你身上，以替朕报仇为名，再除掉你，好名正言顺地做皇帝。你掂量一下，你是帮朕之后加官进爵呢，还是逞一时之快，丢了性命？大家跟我过来！大家都听说了吗？大将军王一旦登了基，就会将我们全部逐出去。不会吧？我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，他有自己的军队，还会要我们这些御前侍卫吧？与其留有后患，倒不如先下手为强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呀？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：皇上，他没有死。他说，只有我们奋力反抗，真的打起来，未必会输。而且皇上还说，在此动荡时期，一律免罪，
就是要我们自己救自己。你说的对呀，我们有机会，大家都有机会的呀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好看守宫门，在这窃窃私语干什么呢？想造反吗？现在就嚣张成这样，上！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打起来了？属下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本王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王爷，稍安勿躁，事情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临阵杀将的话，对大家都不好。你懂什么？这个人原来是皇上身边的红人。这种墙头草，留着也是后患。既然没什么用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所有人，走！战！这个大将军王如此多疑，人家投靠他，他居然觉得是墙头草。照这么下去，他一旦坐上了皇位，也不会放过我。看来我这步棋真是走错了。崔大人，李大人吉祥。身后跟的是两个什么人啊？哦，是2个病人，正要带去太医院给他们看看。大人，别靠太近了，免得传染给您。先走了。站住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大将军王，不好了！皇上的人马涌过来了，打不过他们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给我杀！是，去！杀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！朕身体不适，才几天功夫，你们都闹翻天了。皇上，臣弟只是担心皇上的安危，过来看看。没有想到两军会发生误会。发生了误会，那只能说明你这个主将管理不力。朕觉得你还是待在宗人府吧。臣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皇上，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听。你过来。皇上，你真厉害，你又赢了。
但不管皇上再怎么样，你永远不是什么真龙天子，你只是个篡位的小人，永远都是。今天晚上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皇上！大将军王，其实这样也好，你就不会每天都活在不甘心和痛苦里了。哎呦，牡丹，牡丹出大事啦！什么事能让妈妈这么关心呀？哎呦，这皇上刚下了旨，说那个大将军王造反，当场就被伏法了。那其他人呢？李卫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乱党全都被抓起来了，准备去菜市口砍头呢。他跟大将军王关系那么好，应该也在里边吧？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我就说嘛，他们这些人天天来我们春风楼，突然掉了脑袋，我这心里头啊可还真难受。哎呦，我去庙里拜拜神吧。李卫，虽然你对我无情，可毕竟你也给过我美好的日子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刚才花妈妈说你出事了，我想去送你最后一回，没想到你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命硬，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。告诉你，今天我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瞧见没有，我又升官了。难道你不为我高兴吗？好看，不过素了点吧。你今天的样子真是太漂亮了。只是这一袭白衣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你是在为我守孝吗？难得你还有这份真心啊。好。我高兴，高兴，我太高兴了！牡丹，拿酒来，今天我和你一醉方休。李大人，牡丹恭喜你升官了。玉树。莲儿，玉树，你怎么了？莲儿，我好怕。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怕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天你走了以后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，我想我阿玛，
我想额娘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要不我跟皇上说，放你出宫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我不想出宫。莲儿，我只求你不要把我扔下，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傻瓜，你是女孩子，你早晚要嫁的。好了好了，那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了，好吗？嗯，好啦，不哭啦，嗯。傻瓜，皇上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很多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话想说吗？皇上，臣妾想帮玉树讨一个恩典。玉树？哦，就是那个跟你交好的姐妹啊。是啊，她跟臣妾一起进宫，她人很好的，就是脾气有一些不好，所以她吃了很多苦。现在臣妾有皇上宠着、爱着，当然是衣食无忧了。可是她在宫里既没有名分，又没有指望，还不知道下半辈子该怎么活呢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朕封她为妃喽？臣妾才不要把皇上让给别人呢。再说了，现在皇上心里只有臣妾一个人，要是让玉树过来，不就亏待他了吗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皇上，朝中那么多大臣，总有一个好的，就帮他挑一个嘛。既然是你的好姐妹，就不能草草了事。朕帮她办一个游园会，把朝中的男子都找过来，你带她走一圈，看看她喜欢谁，到时候朕再赐婚，你意下如何？太好了，谢皇上恩典。只要你高兴就好了。怎么，一大早就来请罪啊？到底请什么罪啊？皇上，臣等该死啊！虽然臣等万分挂念皇上安危，但不该在没有收到皇上确切消息的时候，就糊里糊涂在联名奏折上签了名。此举属不忠不孝，罪莫大焉。请皇上责罚，请皇上责罚。你们说的这件事，朕都想好了。烧了它。这非常时期就必须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谁又能保证不犯一点点的错呢？这件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谁要是再提，朕就罚谁。谢皇上。众爱卿都起来吧。不高兴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咱们说点高兴的事。熹妃娘娘有个好姐妹，年方18，相貌非常端正。因为是熹妃娘娘的好姐妹，所以朕会赐她格格的身份。朕想本月15，在宫里举办一个游园会，不知哪位年轻又没有成亲的大臣有幸被相中，朕会亲自操办他们的婚礼。啊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？嘿，苏公公，哟，李大人最近少见呢。我是天天进宫，是苏公公您老人家太忙了，还是您故意躲着我呀？哟，哪儿能啊！大人您现在是步步高升，我巴结您都来不及，哪能躲着您呢？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你提过，说没准什么时候我就会麻烦到您吗？哦，您说，这熹妃娘娘是不是有一位很好的姐妹叫玉树啊？有，您见过，您八成是给忘了。我没留心过她，
既然没留心，又要参加游园会，会不会委屈大人了？你也知道游园会？哟，这宫里多大点地儿啊，上上下下的早都知道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公公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位玉树姑娘，她有什么样的喜好啊？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这个嘛，苏公公，您不会是不想帮我吧？哪儿能呢？我跟您讲，这个玉树姑娘呢，好像特别喜欢话少的人。您要是用1个字能回答的问题，绝对不能用2个字回答。您要是说的很多很多，她就会特别的讨厌你，特别讨厌你。真的？我把我知道的都跟您说了。您要是不相信我，那您问别人去。哎，苏公公，我信我信。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她除了这个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？我想一想。哎呦，各位大人好。玉树啊，一会儿你可得瞧仔细了，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。哎，好端端的，你抱只猫干嘛？这只猫呢，我已经饿了它2天了，一会儿就看它的了。哦，放。一定啊！对。哪来的猫啊？干什么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！哎呦，怎么了？莲儿，你看啊，他们对只猫都这么残忍，我又怎么能奢望他们会对我好呢？哎，玉树，你看，那还有一个人没有动静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围住他，围住他！熹妃娘娘驾到！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参见娘娘。各位大人，本宫的妹妹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。我不是跟大家，我只跟他说。是。我问你，你凭什么娶我？爱。爱？你我萍水相逢，怎么谈得到一个爱字？美。你以貌取人，这是最不可取的。是。你除了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答，你还有没有别的？美。别想那么多，别想。玉树，哎，别走啊！玉树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我都是按你说的做，一次只用1个字回答，他怎么还是走了？你回答错了，就1个字你也得回答的对呀，这你可不。对，你先告诉我，我还有没有希望吧？没。玉树，都不是好东西，都不是好东西。玉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只是我以后再也不想出现在这种场合了。这几个不行，再换几个呀。莲儿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可是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想嫁的不是这种男人，我想嫁的是优秀的男人，不是这种满腹稻草的草包。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了。玉树，娘娘，玉树姑娘没事吧？她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失望。哎，你说这个李卫是怎么回事啊？平时口若悬河的，怎么今天一下子就不会说话了呢？你笑什么？难道是你搞的鬼？李卫这个人吧，城府太深。玉树姑娘要是嫁给他，一定不会幸福的。我怕玉树姑娘会选中他，所以我才略施了点小计。你呀，你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可是玉树，她以后该怎么办啊？
娘娘不用担心，皇室子弟那么多，慢慢物色吧。这成亲哪是要靠缘分的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奴婢参见皇上。平身。你是玉树？嗯。怎么，这么晚不睡觉，来院子里做什么？屋里太热了，我出来凉快凉快。怎么，没见过这椅子啊？这椅子是一个女子给皇阿玛造的，她真的是心灵手巧啊。皇上，你的脚受伤了，还是不要多走动的好。脚伤了，心没有伤。如果一个人一直不动的话，真的会憋出病来的。你见过有人在椅子上练剑吗？不用脚？怎么可能啊？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记住了，任何时候都要开心。你开心了，莲儿就开心；莲儿开心了，朕就开心。嗯。